感动时刻，今天是客庄小旅行的时间，带您持续走访头屋。头屋乡的信仰中心永春宫已经有100年的历史，在这还有一座客家文物馆，光是文物就有上百件，非常的有特色。同时周边还整建了环湖步道，一定要去走一走。苗栗头屋的信仰中心永春宫香火鼎盛。道光年间兴建，它有许多传奇故事。据说日治时代，台湾人吸鸦片成瘾，庙宇还曾经协助民众戒鸦片。永春宫曾经经历过大地震，但是这一块匾额一样高挂，已经有100年历史。当地民众啧啧称奇。大地震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塌下来，只有这一块牌匾呢还是完好如初。这一块牌匾将近100多年。永春宫周边的环境也值得探访，脍炙人口的电影《鲁冰花》就在这里取景。步道大概有100多米就是非常有特色它叫做民福书体这个名字大家都说很漂亮，有点像西服的感觉。特别的是，永春宫里不只是信仰中心，还有一座客家文物馆，珍藏了许多特色文物。这个是一个风车比较不实的钓到就从这边下来给鸡给鸭吃的。要到long籠就要有煮茶的时间茶洗澡就不用落去尾雕的客家庄的制茶用具、农耕用具都是难得一见的古董文物。做生意的时候就当着那个钱柜，但是晚上呢，他也请了长工所以睡在这边，所以叫做棉柜。晚烟不是傻皮，唔晚烟张神气。墙上挂的客家谚语，游客半看半猜，相当有趣。3年穷中年公托。仿制客庄老屋，从厨房、厅堂到房间，用古物重现当时，让游客更了解客家文化。主要提防的居民，沙起的居民捡出来，一公元都冇拿。几2000万本。所以为就200人天啦。即将失落的文化财产，居民热心捐赠，让属于客庄的文化资产能够代代相传。戒断鸦片，支撑信仰，一如100年牌匾坚定不移。传说与考证间，客家文化点滴积累，永春宫见证一段段感动时刻。